续来看这个台南美术馆，伫个6月25有一个展览合作亚洲的地角甲幽魂，先伫个面册来公开着僵尸的相片，结果还未展览咧就先轰动了。不过即摆出现着无共款的声音，讲一天上盖无拢有4、5个民众敲电话入来，讲这个展览哦是怪力乱神，会影响到人心甲囡仔心灵，要求美术馆爱撤除展览。也毋过嘛有袂少的网友认为，只是展览尔，无需要想济。市长黄伟哲嘛出面来呼吁，讲请用艺术的角度来看展览。穿青条官员的衫，面啊青顺顺，搁刺牙牙，详细官司情景要伫咧台南美术馆展览。不过即马所有民众要求撤掉展览，就是要求要撤展，可能每天几乎都有4至5通以上。有人讲，这类展览对咱人身心无帮助，会甲人惊着，要求停办。阁有人直接叫市长黄伟提出来，伫咧疫情之下制作惊吓，真正无应该。不过嘛是有真侪人支持。不是只有漂亮的才叫做美的东西才叫艺术，就像电影也有恐怖片、喜剧片、家庭。我会希望就是大家不要互相干涉，就是你不喜欢看，你不要来看就好了。非法国来亚洲地角和幽魂，用西方人的角度研究亚洲鬼怪文化，嘛捌伫咧法国各别的国家展览，评价拢真好。面对种种和真侪无共意见，官方和市长拢出面回应。对于未知的世界的想象的这一块，并没有去强调恐惧或者是超自然力量的这件事情。希望说大家去看这个展览的时候，要多从艺术文化，而不是从这个鬼灵精怪的方向去看。展览有人介意，有人无介意。美术馆强调，艺术会用多元的角度展现，鼓励民众加用轻松的心情看待，欣赏无共的文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